戴緊嘅並唔係普通嘅眼鏡，而係配備傳感器嘅監測智能眼鏡。現時正係喺試驗階段，俾小朋友率先試用。眼鏡上面有3個傳感器，分別收集小朋友睇嘢嘅時候眼睛同物件嘅距離、環境光度以及頭部移動角度。咁第一個就係距離嘅 sensor 啦，喺度模擬收集翻小朋友佢哋閱讀或者佢哋面對面做嘢嘅情況嘅數據啦。因為佢哋其實好多時係而家係唔單止係面對啲書本啊，甚至係好多網上學習啊，或者接觸好多電子器材，例如 iPad 啊、電腦等等嘅。咁其實呢啲嘅數據咧係好重要啦。咁另外其次就係光嘅問題啦，因為醫生都有個數據顯示出咧，其實環境光咧對小朋友嘅近視係好有影響嘅。所以如果佢光源唔充足啊，或者佢經常喺室內，尤其是啱啱疫症期間咧，佢哋經常進行一啲屋企嘅線上學習咧，其實亦都會影響到佢哋近視風險嘅因素。第三就係佢頭部嘅姿勢啦，咁有時可能佢哋戴得唔好啊，或者佢頭睇書啊、做嘢嘅時候咧就側埋咗一邊。咁其實啲家長咧都係平時只能夠肉眼嚟到判斷佢哋呢個情況，咁就冇一個實際數據嘅支持咯。電腦會將收集到嘅數據圖像化，透過藍牙上傳到手機應用程式。咁家長啦，咁可以一目了然知道佢哋一啲量化咗嘅生活習慣啦，同埋佢睇醫生嘅時候都會有個好處嘅，就係可以唔需要口講。小朋友平時例如你睇咗幾耐書啊，或者佢哋做功課做咗幾耐啊，隻眼碟係咪夠遠啊距離咁等等嘅資料咧，其實都會收集起嚟，咁方便醫生做一個更精確嘅判斷咯，就唔需要話用個口咁啊。家長係好含糊咁樣解釋俾醫生聽。庭家，我哋又見啦嚇，咁嗰個情況咧，而家都穩定喎，係咪啊？其實咧，都因為我個女咧近視咧都幾深嘅，咁佢就500幾度啦，咁所以咧，其實我想多方面試下幫下佢。醫生話幫我睇下呢度有方法咧，可以嘗試下點樣控制小朋友嘅眼近視嘅，因為咧佢會有個 Apps 俾我啦，咁我直接知道咧，其實我個女嘅情況啦，會唔會太近個 mon 啊，會唔會睇書太近啊，或者光啊會唔會唔啱佢？咁當我見到個 Apps 嘅時候，睇到個數據咧，我就可以幫佢調校啦。其實佢自己咧都可以因應佢自己個數據咧，去幫自己適合調校佢嘅光線啊，同埋佢嘅距離咧，就令到可以改善到佢嘅眼睛咯。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眼科團隊喺2015年至2021年期間做研究，推算至2050年全球1半人口患有近視，而香港嘅小朋友近視問題尤其嚴重。6歲嘅小朋友近視比率接近1/3，差唔多係全世界最高。7歲小朋友嘅近視比率超過2/4， 8歲小朋友嘅近視比率更加達到3/6。其實小朋友佢越早出現近視咧，其實佢就深得越快；而越遲出現近視咧，相對嚟講就深得越慢。而近視咧係講緊我哋個眼球不斷拉長，其實眼睛就好似一個相機，當佢不斷拉長咧，入面嘅菲林視網膜咧就會拉薄，從而咧出現好多一啲嘅併發症。一個深近視嘅人咧，佢患有黃斑病變，即係個黃斑點個菲林咧變化有個病變嘅情況咧，係850倍。佢出現一個視網膜脫落嘅機會率咧係13倍。佢出現一個青光眼機會咧都高出3倍嘅嚇。咁所以咧，小朋友佢患有近視咧係會嚴重影響佢將來患有一啲深近視嘅併發症嘅機會率。而呢啲情況，你近視出現咗咧，係翻唔到轉頭。坊間有唔同種類嘅智能矯視眼鏡，但係研究團隊認為預防勝於治療。我哋嘅做法係提醒小朋友去改善個生活習慣為主咯，因為始終佢唔係一副真正去矯視嘅智能眼鏡。因為坊間有啲做法係透過眼藥水或者透過啲鏡片嘅方法咧嚟到幫佢進行矯視，但係我哋呢副就偏向 approach 佢哋生活習慣入手咯。我哋建議嘅做法就係從佢生活習慣入手，喺佢未有近視或者佢近視未加深嘅情況下，就嘗試改善佢嘅習慣咯，令佢唔會令到佢近視惡化咁樣。近視咧，原來其中一個好關鍵嘅因素咧，就係環境因素嚇。原來環境因素有2個好重要嘅一個情況。第一就係戶外時間唔足夠啦。第二咧就係唔健康咁樣嘅近距離嘅閱讀習慣。咁所以呢2個因素咧，其實係嚴重影響緊即係小朋友近視嘅出現。閱讀又係好緊要嘅，我哋要養成一個良好嘅閱讀習慣。有3方面，第一咧就唔好太長時間，我哋咧每30分鐘咧
小朋友一定要望啲遠距離嘅嘢嚇，唞一唞，讓隻眼可以放鬆。另外咧就唔好太近嘅距離，我哋最起碼咧都要1尺嘅閱讀距離。第三咧就唔好太暗嘅環境，我哋一定要夠光啦。要喺一個一定要有房燈同埋有台燈嘅環境情況底下咧去閱讀，咁樣咧我哋嘅小朋友嘅閱讀咧先至係一個良好嘅習慣，先至有助於咧我哋眼睛健康嘅。監測智能眼鏡可以提供數據，提醒小朋友同家長。不過喺設計裝置嘅時候，就要考慮到舒適度同小朋友嘅成長因素。市面上都有一啲外掛式嘅裝置啦，嚟到幫小朋友去檢測一啲近視風險因素嘅。但係嗰啲裝置都係啲外掛，即係喺副眼鏡旁邊增加一個好大型嘅裝置嚟到檢測啲數據咧。咁其實戴起上嚟都好唔方便咯。咁我哋都有考慮過嘅。但係如果將個眼鏡嘅一啲嘅 sensor 啦或者電子零件咧放入去眼鏡框上高咧，咁會導致成副眼鏡就變成一副真正完整嘅智能眼鏡。咁會導致小朋友佢哋一直成長嘅過程中咧，如果需要換呢個智能眼鏡嘅時候咧，咁相對家長嘅成本咧係會大大嘅增加啦，咁可能令到佢哋想購買一副眼鏡嘅吸引力下降。團隊最後採用可以更換眼鏡鼻嘅設計，希望佢副眼鏡鼻啦可以同市面上嘅眼鏡作結合㗎嘛。個鉸鏈設計就係基於呢次咧，咁其實我哋係有一個唔係鎖死嘅鉸鏈啦，就希望可以同其他市面上嘅眼鏡即係可以做到一個輕易嘅結合嘅，係啦。咁可能你平時買一啲小朋友嘅眼鏡，一買翻嚟，咁其實你扭開個螺絲，其實可以同我呢副眼鏡鼻作出一個結合。同埋佢個鉸鏈設計就係避免佢電線係經前邊走線，就可以透過後邊走線咧，先至唔可以話用電可以去到前邊，即係佢透過眼鏡框嚟到傳輸啲電能，咁可以真正結合翻眼鏡鼻同埋眼鏡框分開嘅概念咯。嗰陣時就開頭有啲重重地啦，但之後都會適應咗，咁就冇乜嘢咯。可能有時出汗嘅時候黐住都會有啲嘅，係有啲鬆鬆地嘅，咁嗰個都可以教到。目前智能眼鏡仍然喺試驗階段，未來如果要將眼鏡商品化，必須要為智能眼鏡加入更多功能。暫時佢係量度佢嘅遠近啦，咁係啦，因為我哋個眼鏡嘅 sensor 就未精準到可以判斷佢面前嘅物品係啲乜嘢嚟嘅，咁但係唔排除我哋日後都會加入啲人工智能嘅分析啦，嚟到知道佢面前睇緊嘅 object 到底係一個書啊、電腦啊定係其他物品啦。其次就係可能我哋都會考慮加入一個偵測藍光嘅功能，因為其實藍光計是電子產品啦，其實產生嘅藍光對眼睛都係唔好嘅。而家嘅眼鏡其實係冇一個 alarm 嘅 function 喺度warn 啲小朋友嘅，因為我哋覺得其實設計嘅過程都發現，其實如果加一個震動裝置啦，或者增加啲 alarm 嘅功能咧，其實好礙眼同埋好擾人啊。但係都可能考慮到有啲家長需要或者 request 呢個功能咧，可能會加個 on off 嘅選擇啦，俾家長自己決定需唔需要呢個功能。除咗一啲我哋頭先所講生活習慣啦，咁其實小朋友嘅 location 都好緊要嘅，因為頭先我所講可能室內外嘅光線情況其實都已經好大嘅變化咯。但係基於考慮到而家個眼鏡設計啦，同埋佢哋可能涉及啲私隱上嘅問題咧，咁我哋 GPS 就暫時未延寬落去嘅，係啦。咁但係我唔排除可能下一版嘅設計可能有啲更優化嘅考慮啦，可能將個 GPS 放喺個電話嘅 App 上高啦，嚟到大大減輕個眼鏡設計嘅重量啦，同埋可以增加啲靈活性。除咗喺功能上面做得更好，令小朋友佩戴得更加舒適，亦都係下一個目標。而家嗰個眼鏡嘅大細啦，特別我哋眼鏡柄嗰個情況咧，我哋會再優化啦，會教到即係設計到更加去纖幼啦，亦都喺佩戴嘅過程裏面咧會更加舒適，迎合小朋友嘅面型啦。最簡單嘅做法就係我哋嘗試改良一下我哋嗰個電腦版嘅設計啦，令到佢可以更均勻地將市面上可能一啲縮細咗嘅更加微細嘅一啲嘅 sensor 放入去啦。其次就係可能將個電線嗰個部分都移除，透過一個無線嘅功能嚟到進行一個充電啊，或者係一個輸送資料咁嘅情況啊。咁唔需要話做到條電線擸住個眼鏡鼻咁笨重咯，睇起上嚟。團隊期望將來可以將改良版嘅眼鏡鼻同市面上其他鏡片、鏡框產品結合，成為一副全方位嘅防近視眼鏡，令更多小朋友受惠。